本土剧女星张怀萱2年多前在某停车场遭到一名沈姓富商强吻还袭胸，让她饱受惊吓，并提出告诉。虽然沈姓富商当庭发毒示弱强吻罪就烂掉，但台北地院依强制猥亵罪判审8月徒刑。审不服上诉高院后，马上改口认罪，并与张怀萱和解。高院最后改判6个月的1颗罚金，全案定谳。据了解，张怀萱先前因拍戏重摔，被医生诊断出颈椎椎间盘碎裂。她休养后便淡出演艺圈，转战商场。未料某次与商界大佬们的饭局结束后，其中一名沈姓富商竟在停车场对她伸出狼爪，过程中不仅强吻还袭胸她，幸亏她死命抗拒，对方这才收手离开。事后，张怀萱边哭边打电话告知亲友此事，同时前往警局报案。台北地院审理时，沈姓富商否认强吻，还当庭发毒示弱强吻罪就烂掉，但台北地院依照事证，仍依照强制猥亵罪判沈姓富商8月徒刑。张怀萱当时在脸书宣泄情绪，痛哭表示我不用出庭，在等判决书，但我发现连一直相信的人都不可信，过程中频频拭泪，还一度哽咽，无法言语。据苹果报道，沈姓富商不服上诉高院后，态度180度大转弯，改口认罪，还与张怀萱达成和解，并履行和解条件。法官认为审犯后已知错，因此撤销原一审判决，改判6个月的1颗罚金，全案定谳。